伫个苏花公路边所发现的无名尸，这个案情有重大的进展。检方解剖到尸体了后，研判是非自然死亡。检方顺着线索追查，伫个桃园逮捕5个嫌疑犯，检警嘛持续咧追查到其他的嫌疑人。这个28岁死者，疑似是桃园来参加一个电头，伊是去互电头其他成员外来拍摄，随后把尸体等伫个苏花公路边。昨暗，刑事局甲宜兰桃园的警方到桃园的某一间公庙来抓人，甲5个嫌疑人申请收押禁见核准。因为还佫有2个重大的嫌疑人也未到案，警方是继续在追查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